Hello，大家好。今日想講下呢個吞嚥困難喎。咁首先我哋講咩叫吞嚥困難先。唔一定係長者喎，即係可能唔同嘅原因啦、疾病都有機會影響個吞嚥困難。咁吞嚥困難即係顧名思義，吞嘢食嘢嘅時候吞嘢有困難啦。咁就即係好唔安全啦，有機會啲嘢食咗落去就唔係落胃喎，落咗個肺度喎，咁就幾大件事㗎咯喎嚇。咁如果你食得唔夠，咁我哋食營養師嘅係擔心夠唔夠營養咧，係咪啊？咁好多原因啦，有啲咩原因啊？成因係咩啊？吞嚥困難。咁我想再補充多少少，其實即係吞嚥困難最簡單，你去理解就係唔能夠由口嗰度直接運送啲食物去安全地去到胃部，呢個就係最簡單嘅一個理解方式啦。咁好似原因嘅話，其實有好多。點解我哋一開頭提到唔係淨係長者？長者可能你會諗到，可能佢慢慢年紀大啦，牙齒冇啦，咀嚼功能下降啦，或者口水分泌少啦。咁呢啲係自然老化下面可能會出現嘅問題。咁但係點解我哋話唔係淨係長者咧？咁曾經可能有中過風嘅，咁可能腦部受損啦，有影響啦，佢唔能夠自己控制佢啲肌肉啦，或者有啲帕金遜症嘅病人啦，腦部有受損嘅，或者有啲老人痴呆嘅病人啦，咁其實都有機會係造成吞嚥困難嘅成因嚟嘅。咁甚至乎有時好簡單，即係我哋可能正常食嘢食得太快，其實有時都可能會有逐親嘅問題啦。咁我曾經見過，可能有啲婆婆真係其實佢有假牙嘅，但係佢個假牙咧，因為佢瘦咗啊，比起之前做假牙嘅時候，佢就擺唔翻落去啦。咁或者其他因素啦，咁所以就咀嚼唔到，都會令到嗰個食物唔能夠順利地進入佢個胃部，俾到營養佢咯。咁甚至乎可能有啲係一啲後生少少，都唔一定後生嘅，咁可能做過鼻咽癌治療啊，呢啲都會有機會有一啲副作用喺度啦，咁都會影響咗佢日後可能吞嚥嘅功能。咁其實都有機會造成吞嚥困難。咁所以其實係任何年紀嘅人都可以發生。咁就當然啦，長者嗰個問題其實可能會比較即係常見一啲咁樣咯。好啊，咁有啲咩即係症狀我哋會留意啦？因為其實我哋即係如果同屋企人一齊住，咁無論即係長者又好，屋企人都好，咁我哋點樣可以即係留意到？咦，可能真係吞嘢有啲問題喎，咁可能要遲啲再講一下，揾啲專家再幫手 assess 下。咁我哋會有啲咩症狀咧？即係食嘢嘅時候，其中最簡單啦，食嘢嘅時候或者飲水嘅時候就咳得好犀利啦，逐親啦，係咪？每次都係啦。同埋有時可能老人家你見佢每下每極都未吞到落去，或者要吞好多次，啲食物都仲留喺個口腔，呢啲都有機會係一啲 symptoms 啦。或者會唔會流咗落個鼻哥度啊？或者有時啲食物咧殘留喺個口腔度，即係有時可能食啲肉粥啊、肉碎粥啊，有啲泡泡會攝晒喺啲牙度啊，或者吞唔到，或者會咬完掠翻啲渣出嚟啊。咁或者佢講嘢好似掠埋一嚿啊，咁有時流口水，其實可能係未必控制到佢個口部肌肉啦。咁或者開始你發現，以前佢食飯啊，食一條菜一嚿嚿肉都冇乜特別大問題，最近又唔係話有啲病導致胃口差，但係總係好想食一啲粥類水狀腍嘅食物，多汁醬撈嘅。咁其實有時呢啲都會可能係一啲症狀，話俾屋企人聽，或者身邊嘅人佢會唔會其實都有啲症狀出嚟話俾我哋聽其實佢吞嘢嗰度有啲問題，可能需要揾一啲專業人士去處理喎。OK，咁如果你真係吞唔到，又擔心個營養啊、體重下降啊、唔夠營養啦，係嘛？咁如果真係吸錯咗，即係食咗落去，咁吞錯咗又去咗個肺度，又肺炎啦，就複雜。咁所以我諗下頭先 Chris 講緊就係話，喂，咁有咩方法咧？頭先嗱，如果真係我睇到屋企人好似頭先有講呢啲咁樣嘅症狀出現喎，咁我哋點樣處理咧？其實第一樣嘢咧，我就想糾正大家。適當嘅時候咧，其實真係要去揾專業人士去評估啦，就唔好覺得其實我同佢配翻副假牙啊，或者我全部俾流質嘅食物，俾粥仔、俾糊仔，咁其實就可以啦。咁其實因為喺譬如專業嘅
人士入面咧，其實譬如好似言語治療師啊，佢哋會識得用一啲專業去評估，可能有吞咽困難入面嘅人士，佢咀嚼肌肉個功能去到邊一度，適合食啲乜嘢質地嘅食物啦，或者佢係可能會俾唔同濃度、唔同結度嘅質地，佢哋去嘗試睇下佢個吞咽功能去到邊。因為其實即使你話老人家，可能佢嗰個能力都可以。有啲叻啲嘅，有啲渣啲，有啲可能90歲都仲可以咬到雞翼都唔出奇。咁其實所以就必須要有一啲專業人士去評估，就唔好自行判斷咯。咁就將嗰個風險減到最低啦。好啊，嗱，咁我哋呢個就其中一條啦，講呢個吞咽困難啦。我之後我會講多少少有關呢一系列嘅話題啦，希望講多少少，等大家留意多啲。喺吞嘢方面，即係唔係好似好簡單，但係又係唔係咁簡單嘅事嚟㗎，係咯。咁希望係咯，大家食到嘢嚇，即係咁就可以健康好多啦。好冇？咁今日條片嚟到呢度，記住 share 啦、like 啦同埋 subscribe。拜拜。